继续来看，伫美国白宫附近车口的时阵传出枪声，有一个查甫人伊举枪伫咧白宫附近咧热烧，去互白宫戒备的特勤人员开枪弹着。落尾，这个查甫人有送上病院。加在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，川普是无伫咧白宫内底。因那华盛顿特区的警察局目前嘛当伫咧调查这个事件，针对媒体探问，因是拢也无回应。 美国特勤局人员伫咧清洁现场附近有防锁线，警车封锁关仔路，有一寡人摕手电伫咧搜查，并且把证据装入去袋仔内面。清洁案发生的所在正敏感，就伫白宫附近的关仔路。不过，迄当阵总统川普人无伫咧白宫内，是伫咧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。 美国特勤局发声明讲，找到礼拜日有一个查甫人伫华府附近，甲执法人员发生武装冲突，和美国特勤局人员开枪射着。所以被拜六，当地警方就接到情报，讲有一个可能是来自印第安纳州有想要自杀的人来到华盛顿特区。 大约伫咧半暝的时阵，特勤人员伫咧西北区17街甲 F 街附近发现这个人的车，并且伫咧附近看到一个符合描述的人伫咧路行。特勤人员挖近伊的时阵，这个查甫人甲枪压在121，所落来就发生武装冲突。特勤人员伫咧冲突中开枪，特勤人员是无人受伤。伫这几年白宫附近发生过几多件类似事件。2016年，有一个查甫人伫白宫安全门头前甲枪压在。 和安全人员射杀，也有2023年一个20岁印度移民赛车想要冲撞白宫的安全围栏。川普去年一个竞选的行程，和一个枪手暗杀，鱼仔受伤。特勤局要来调查发现，为因沟通无够谨慎，才造成枪击案发生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